什麼呢？網絡文章。科學家研究發現，喺70至到79歲呢一個年齡段嘅老人，每個月平均呢係有2次健康嘅問題。令人驚訝嘅就係80至89歲呢個年齡段嘅老人，每個月嘅健康狀況呢，就同60至到69歲年齡段嘅老人一樣咁穩定。70至到79歲呢段時期，人嘅每一種器官衰退得比較快，而進入80歲之後呢，疾病就會出現下降嘅趨勢，精神同埋機體嘅健康可以恢復到60至到69歲咁嘅水平。所以70至到79歲呢個年齡嘅階段係被稱為危險年齡段。老年人想話高壽，70至到79歲呢10年至關重要嘅。要平穩度過危險嘅年齡段，就要每日都做到10個1。邊10個1呢？1. 一壺水，3個時段飲1杯水效果最好嘅。朝頭早起身空腹1杯水，要細細啖慢慢飲，補充水分。瞓覺之前1杯水，有效降低血液嘅黏稠度。運動之後1杯水，補充運動嘅時候汗液帶走嘅電解質。第二，1碗粥，每日飲1碗大概係28克全穀物煲嘅雜糧粥，例如燕麥、糙米、玉米、藜麥等等粗糧所煲嘅粥。第三，1杯奶，牛奶呢又被譽為白色嘅血液，佢嘅營養係全方面嘅，鈣、脂肪、蛋白質等都係非常之豐富嘅。4. 一個雞蛋，人體對雞蛋蛋白質嘅吸收率可以高達98%嘅。5. 一個蘋果，蘋果具有降低膽固醇、減肥、防癌、防衰老、增強記憶，令到皮膚潤滑柔嫩嘅作用。6. 一個洋蔥，洋蔥嘅營養價值非常之高㗎，可以降糖、降膽固醇、防癌、保護心腦血管，仲能夠殺菌抑菌，防治感冒、補鈣健骨。7. 一塊魚肉，魚肉所含嘅蛋白質容易被消化吸收，佢含有大量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對身體較為有利嘅。8. 1公里步行，每日步行30分鐘，患心腦血管病嘅機會率呢就會下降60%噶啦。9. 一項愛好，無論係養花、養鳥、集郵、釣魚、畫畫、唱歌、捉棋、旅遊，你要保持同社會以及大自然嘅聯繫。第10，一份好嘅心情，老人保持良好嘅情緒，對身體健康好重要噶。呢10個1唔難做到嘅，讓我哋認真過好每一日，全身投入生活，平穩度過70至到79歲呢一個危險嘅年齡段。祝福你身體健康，平安喜樂。做一件功德嘅事啊！我哋都咁上下年紀咯，大家要注意，請你花少少時間聽埋我讀呢篇文章啊，或者對你嘅家人朋友好有益嘅。有一班老同學聚會，有一個女士喺燒烤嘅時候一唔小心跌低，旁邊嘅朋友建議不如揾醫護人員啦，但係佢確定話自己冇事嘅，只係着咗新鞋俾嗰啲地下嘅磚塊棘咗一下嘅啫。於是啲同學幫佢清洗乾淨，又為佢裝咗好多食物俾佢食，佢就跟住大家一齊享受燒烤之樂啦。聚會完咗之後，佢嘅先生打電話通知大家，佢當晚被送到去醫院，傍晚6點後就過身啦。原因就係當佢喺燒嘢食嘅時候，其實係中咗風。如果佢哋懂得辨識中風嘅徵兆，現在或者佢仍然可以同大家喺一齊嘅。其實呢，中風呢係有先兆，而且仲係可以預防嘅。某腦神經外科醫生話，
如果佢能夠喺3小時之內接觸到中風嘅患者嘅，佢就可以將中風嘅後果完全扭轉。秘訣就係辨識診斷出中風嘅問題，並且讓病患者喺3小時之內接受治療，而呢啲並唔係好難嘅噃。辨識中風，讓我哋大家記住 STR 3個步驟啦，請記住並且要學習啊！身邊嘅人辨認唔出中風嘅徵兆，中風患者就會受到嚴重嘅腦傷害㗎啦。其實你只要問3個簡單嘅問題就得㗎啦。第一個係 S，smile， 你要求患者笑下啦。第二係 T，talk， 要求患者講一句簡單嘅句子啦，但係要有條理、有連貫性嘅噃。例如話今日天氣晴朗啊。R，raise， 要求患者舉起雙手。注意，另外一項中風嘅徵兆就係你要求患者伸出舌頭，伸條脷出嚟。如果舌頭係彎曲嘅或者偏向一邊嘅呢，呢啲亦都係中風嘅徵兆。上邊4個動作，患者如果有任何一個動作做唔到嘅，你就要立即叫救傷車，並且要將佢嘅症狀描述俾救護員知。一位心胸科嘅醫師強調，如果每一個收到呢個信息嘅人能夠轉發10次俾其他人嘅，咁至少將來會有1條生命會被挽救嘅。現在我已經做咗我嗰部分噶啦，希望你都會完成你嗰部分，話俾人知咯。正所謂贈人玫瑰，手留餘香。祝福你平安70至79歲。